新的职事。相信伫这个改选了后，伫咱的教会嘛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。愿上帝继续帮助咱的教会，特别是咱教会嘛要开始推动建立50周年的侪的事工甲活动。嘛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见证咱的教会伫这50天内面，上帝所做一切恩典，所互咱的疼痛，用咱的性命嘛来珍惜，来回应，嘛互咱每一个人会当讲出咱甲富强教会的故事，也讲出咱甲上帝的故事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伫你的教会。来敬拜，求你帮助阮，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透过阮唱的诗歌，透过阮的祈祷，透过阮听你的话语，搁一摆，互阮的性命得到帮助，互阮的性命搁一摆，因为有你，互阮得到更新改变，将早起时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，求你甲阮三角地地，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时间过了真紧，今年已经进入11月，代表讲今年已经搁剩2个月，今年就已经要准备结束啊。特别进入11月的时阵，伫咱的教会常常拢会甲伊称作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节日，也是可以咱讲是一个感恩的一个月份。特别伫这11月份，咱的教会有名人的讲座，嘛有一牧区小组的福音的这个餐会。特别是咱的幸福小组已经嘛进入要一个结束的阶段，所以咱看见伫最近这几礼拜，咱的主日礼拜，也是伫咱的牧区小组，嘛有侪遮的新的朋友，遮的 best 已经开始在参加，更加来会当明白这个信仰，也了解咱的教会。其实无论咱是伫细汉的时阵，就明白耶稣基督，明白这个信仰。也是伫咱30岁、50岁，甚至是可能是咱年老的时阵，才明白伫这个信仰。对咱来讲，咱的性命犹原拢会拄着一寡困难，拢会拄着一寡选择，会拄着一寡无共款的难题。但是无共款的是，当有这个信仰伫咱的生命中，互咱有一个无共款的选择，甚至是一个非常会当确信的代志，就是咱通知有耶稣基督，通互咱来做瓦靠。但是虽然是安尼，咱的讲转来，咱的性命嘛是犹原会拄着困难。但是伫拄着这性命的难题的时阵，咱会当来安怎去面对，安怎搁一摆来挑战。其实咱今仔所看的这个故事，对侪人来讲，特别是伫教会较久的人，这个故事咱可能常常听到，而且伫无共款的福音书内面。伊嘛有无共款的描述，所以伫马太福音你嘛会看到，伫路加福音你嘛会看到这个故事。但是伫这个故事内面，耶稣拢在讲一项，甲这个人讲一项代志，伊做出一个选择。其实咱来想，这个人伊一开始是足欢喜，咱都所看的经文是足欢喜来找耶稣。但是最后伊最后的结果，伊是非常忧愁来离开。奇怪。咱毋是讲拄着耶稣是人生上大的福气吗？拄着耶稣，咱人生毋是会足喜乐吗？人生毋是足快乐吗？为什么这个人来找耶稣，而且是主动来找耶稣？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人伊是非常忧愁来离开？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个人伊生命到底拄着什么款的难题？受什么款的困难？我都互因通来面对甲突破。咱来看今日经文，当耶稣伫行路的时，咱看见福音书的时阵，耶稣常常拢伫行路。耶稣所行的遮个神业，伊所医治的病人，伊所讲的遮个话，常常拢是伫耶稣伫行路，无论是含伊的门徒，含遮个群众，耶稣常常拢伫行路的时阵，互人看见耶稣伊的奇妙，互人看见耶稣的伟大。但是今日无共款的是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，是有一个人当耶稣伫行路的时，一个人来找耶稣。而且你看这个人，伊毋是慢慢啊行来耶稣的头前，根本讲伊是用走的，用走的走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而且佫做一项代志，伊来到耶稣面前，伊跪伫耶稣面前，
而且这个跪，虽然看经文写跪尔，但是伊是双脚跪伫土骹，代表伊看见听见耶稣来啊，伊有真大的一个脚步，甚至伊真正想要伫耶稣的身上去敲揣某一项代志，所以伊真非常欢喜用走的，而且是跪伫耶稣面前。但是咱拄看见经文，你看见最后伊的期待，却和伊想的敢若无啥共款，颠倒互伊是非常忧愁来离开。咱来看这个人，其实这个人伫当时代，伊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。当咱看马太福音的记载，伊讲伊是一个少年人。马太福音第19章20节，伊讲伊是一个少年人。哇！咱看路加福音的记载，18章18节，伊讲伊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，伊是一个领袖，伊可能伫迄个地方伊是做官员的，代表伊非常有地位，所以伊是一个非常少年的人。除了少年以外，伊阁是一个做领袖的人。而且咱看今日经文，咱嘛通了解，耶稣问伊话的时阵，伊讲：你敢有遵守这个律法？但这人讲：有，我一切拢有遵守，而且是对我细汉的时阵，我都有遵守啊。代表这人哇，伊是真的非常守规矩，而且是伫因的宗教、伫因的信仰内面，伊完全拢来遵守。而且咱看见这个经文，咱所读的是。这个人财产非常的多，所以这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少年，而且搁做地方的领袖，搁守律法，而且伊的财产搁足多，甚至让人想象可能嘛生了真缘投啊。所以哇，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竟然来找耶稣，代表伊的内心真正有一寡脚步，代表伊的内心真正有一寡想要敲揣的代志。而且咱想，伊是一个犹太人，伊是一个犹太人，伊守犹太的律法，但是伊却来找耶稣。咱在伫迄个时代，大部分做遮犹太的领袖，也是遮犹太人的长老，因常常拢是来找耶稣麻烦的。但是这人无共款，这人无共款，伊是一个犹太人，地方的领袖，可能做官，可能伫地方啊，人非常尊敬伊，但是伊却走来耶稣的面前。跪伫耶稣的面前，代表伊内心真正有一寡的脚步，但是伊内心的脚步却变做是伊内心中的一寡困难的所在。所以，咱透过这个人，伊和耶稣所讲的话，伊和耶稣所经历的这个代志，嘛，互咱搁一摆来思考，互咱来思考，伫咱的生命可能会拄着一寡难题。特别我要邀请大家，虽然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过真侪届，但是嘛将你家己当作是第一届听到这个故事，家己家己当作是头一届接触到这个信仰，互你嘛亲像这个人同款，来和耶稣搁一届来对话。咱来看这个人和耶稣所经历的这个故事，其实咱为这个人所看见，互咱会当了解，毋是在伫我做了啥物。是专心来脚步来倚靠上帝，毋是因为我做了啥物代志，是在伫我会当专心来倚靠来脚步上帝。咱搁一个来看即个今仔日的经文，伫马可福音10章的17节，经文咧讲，当耶稣拄要出外时，有一个人行过来，那看国语的圣经，伊是讲伊是用走过来。伊跪伫伊的面前，问耶稣讲：“好的老师，我着做啥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”咱先看伊问的问题，问的问题真好啊！伊要得到永远的活命，真好的问题。伊毋是讲，耶稣要安怎做，我才会当得到更较侪的钱？耶稣要安怎做，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头路？耶稣会安怎做，会当更较受人的尊敬无？伊问的问题是。真好的一个问题呢，伊问耶稣讲：我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但是你看伊是安怎讲？伊讲我应该安怎做？但是耶稣甲问，继续看18节，耶稣甲问一项代志吼。耶稣讲：你为什么呢称我是良善呢？哈，除了上帝以外，则无别个会当称作是良善呢？所以耶稣的回答嘛，甲伊讲一项代志，甲讲除了上帝是良善呢？上帝是完美以外，无任何人会当因为家己追求某一项代志，无人会当因为做啥物代志会当得到完全。
无人会当因为做啥物代志会当互家己会当更较完美。其实耶稣的回答嘛，在甲这个少年人讲这项代志。这个少年问讲：好的老师，良善的老师，我要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呢？耶稣讲：哎，无啊，你安怎做？其实嘛无法度得到你会当讲的这个良善，也是完美。咱看见这个财主伊所讲的是啥？伊认为我所有的钱财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有的才能，拢是因为伊做了某一项代志，也是伊做了啥物款的行为，所以伊会当摕到这个物件。所以伊较问耶稣一项代志啊，耶稣。我搁做啥物代志，我才能得到永远的活命咧？所以你看见这个人，伊的心态是啥？我一切拢是我家己的，我一切拢是我拍拼得到的，所以我搁做一寡代志就好。耶稣，你搁甲我讲，我会当做啥物？我会当得到这个永远的活命。所以你看这人，伊想要得到啥？伊可能想要得到财富，但是搁想要上时，搁要想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伊想要追求永远的活命，要做啥？因为伊想要会当享受永远的财富，所以你看，伊要追求永远的活命，绝对毋是为着伊家己，毋是为着伊家己信仰的缘故。伊可能得到永远的活命，会当享受啥？永远的财富。所以当耶稣甲这个人讲的时，伊讲毋是因为你做了啥物，毋是因为你做了啥物，你有的这一切，毋是因为你做了啥物。咱来看后壁的经文。其实，当耶稣和这个人在讲话时，门徒嘛伫边啊。门徒其实嘛听到这个话，耶稣甲这个好起来的人讲：，毋是因为你做啥物得到活命。所以对门徒来讲，伊嘛非常的戆影。安尼，若是一个好起来的人，一个非常有才能的，一个互人受尊敬的人，拢无法度做啥物，佮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得到拯救。那安尼啥人来得救咧？所以你看咱这个经文马可福音10章，咱拄仔嘛有看读到的。这个时阵门徒嘛非常戆影，因彼此在问，安尼有谁会当得救？哇，这个较完美的人拢无法度，安尼会谁会使？所以耶稣注心甲因看这个门徒甲伊讲，伫人无法度来成就，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当。耶稣甲这个门徒讲，伫人所做的无法度，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当来成就。其实伫犹太人为啥门徒会遮戆影？其实伫犹太人传统的文化，因嘛是认为，有钱有关系，就是上帝祝福的代表。所以因认为，这个好嘅人，伊一定是上帝祝福，所以有钱啊，所以才有地位啊。安尼伊要追求永远的活命，可能就是去做某一项代志就好啊。上帝真伊啊，可能是欠某一项代志尔。所以门徒才会问，这个好嘅人拢无法度入天国啊？安尼，啥物人才会当？所以你看，好嘅人咧问啥？好嘅人问讲，我安怎做才会使？门徒咧问啥？安尼是谁才会使？其实因咧问的问题本质拢差不多，因拢咧问有啥物条件？好嘅人问讲，我要做啥物代志？门徒咧问，安尼是谁才会使？因拢咧问某一项条件。其实对耶稣的回答，咱搁一摆来看，耶稣毋是在讲人要做啥物，也是无要做啥物。耶稣嘛毋是在讲是谁会使，也是谁袂使。耶稣是在讲上帝看咱会使，甚至咱嘛爱看上帝会使。啥物意思？有时阵咱咧想我伫这个信仰遮久啊，我伫教会遮久啊，我是毋是应该爱做啥物？做搁较济，上帝才会回应我。我是毋是应该爱成做啥物款的人，上帝才会意爱我？但是伫上帝眼光内面，毋是你做啥物？伫上帝眼光，毋是你成做啥物款的人，上帝才讲哇，你真好，你真完美。毋是，上帝看咱每一个人拢会使。上帝看咱每一项拢会通做，但是上时咱嘛有一个确信是，咱看咱的上帝是一个凡事拢会当的上帝，毋是因为咱做啥物，因为毋是咱真做是啥物人，
是上帝看咱是啥物人。其实耶稣的回答嘛，搁一摆来回应，得救是伫上帝的手中，毋是因为咱人做啥物啊？这嘛是福音的本质，敢毋是？其实伫最近即个幸福小组的时，有几个机会会当含遮的幸福小组做伙参与，我拢感觉遮的新的朋友，也是遮的 best， 因要转变伊的信仰，也是要来承认耶稣基督是的救主。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对我来讲，我细汉就伫教会，一出世就伫教会，所以我无法度通想象，我无法度通真切的理解。当一个人爱改变伊的信仰，当一个人伊爱宣爱承认讲耶稣是伊的主的时，爱做偌大的改变。但是伫过去，特别是伫传统的信仰内面，拢常常咧强调一项代志，就是爱做偌济，爱做啥物，爱做偌济好的代志，爱行啥物的行为，才会当来得到救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但是伫耶稣所讲，伊所讲的回答，互咱了解，毋是人做啥，毋是人真做是啥物款的模样，是伫上帝的内面，伫上帝的竞选，伫上帝的疼痛内面，互上帝看做咱会使。相时马浪环，搁一届改变咱的心思意念，看做上帝是凡事拢会答应的上帝。这嘛是一个福音的本质。这嘛是一个上好的消息，所以咱会想，毋是咱看咱会当做啥物，毋是看咱要继续要拥有啥物物件，才会当得到这个所谓永远的活命，也是互咱的性命得到更较丰盛。当咱看诗篇的诗人，因常常在描述因心内所渴慕、因心内所想象的代志，因拢常常用无共款的词。但是拢常常用渴慕，也是用望。诗篇42篇第1节到第2节，这个诗人安尼讲：上帝，我的心渴慕你，亲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我的嘴，我的心，我的嘴，羡慕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咱看诗篇的诗人，常常用着望，用着切慕。的事，但是因的对象拢是上帝。咱看见一开始这个经文，这个好起来的人，伊所渴慕的，伊所想象的，虽然咱看见，确实，伊要追求一个永远的活命，走来跪伫耶稣的面前，真好的行为。但是伊背后的动机，敢若无啥对。伊要得到永远的活命，伊所渴慕的，却是要永远的财富，可能是伊要永远的性命。永远会当拥有伊所有的代志。若是咱真正将永远的活命看作是重要的，咱亲像这个诗人所讲的，所渴慕、所切慕，要得到这个物件，咱就爱将咱身上的负担扛落来。这个负担可能是你对上帝可能错误的期待，可能是你对上帝的作为。你可能有毋对的想象，咱爱搁一届重新伫上帝身上来看见伊的心意是啥。有时阵咱可能会感觉无满足，我一定爱搁有啥物物件，一定搁爱做啥物代志，安尼我的性命会搁较丰盛，会搁较好，会当望会当得到搁较济。但是咱爱搁一届来，互咱家己来，甲咱家己来讲，提醒咱家己，若是咱的心，互某一寡代志不断来吸引，亲像这个代志，才会当满足咱内心的愿望，咱必须爱重新调整咱对伊的期待。我毋是讲好嘢毋对，毋是讲有地位无好，毋是。但是，若是咱的心互这个物件来吸引，敢若亲像这个物件，才会当来满足咱心中迄个所欠缺的愿望，咱必须爱调整对伊的期待。所以，这个代志会当互咱的生命带出改变吗？还是咱互这个物件来控制，互受到这个代志，互这个代志所互这个代志来控制呢？所以，这互咱来搁一摆来思考。所以，无一个人是良善的，嘛无一个人是完美的，
嘛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做啥物代志，真做啥物款的人，会互上帝讲哇，你是真好诶。无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会当倚靠的是这位完全的上帝。无任何代志，互咱性命会当得到真实的满足，互咱性命得到真实的较无，只有这位完全的，只有这位良善的上帝，互咱正互咱的性命得到完全的倚靠。毋是在伫咱做啥，毋是在伫咱是啥物人，是在伫咱专心倚靠这位上帝。第二，要和大家做伙分享的，嘛毋是在伫咱有啥物物件，毋是咱拥有啥物物件，是在伫愿意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，是在伫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。当耶稣自身看伊的时，耶稣非常疼伊。甲伊讲，你犹原欠一项，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善食人，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对我。迄个人是听到这句话，面失色，悠悠悄悄离开，因为伊的财产真济。咱看见耶稣，看见这个人，真正袂歹，佮少年，佮有地位，佮有钱财，而且伊守律法，所以耶稣看见这个人，哇，自信看伊，而且佮非常较无，所以耶稣看见安怎？耶稣就疼伊，而且自信看伊。特别耶稣嘛讲，这个人袂歹呢。耶稣嘛讲，这个人袂歹。但是当耶稣安尼甲回答是讲，你爱卖你一切，然后来跟对我，哇，这个人面就悠悠离开啊。咱看见耶稣看到伊，就疼伊；耶稣自身看到伊，就疼伊。咱来想，这人欢欢喜喜来找耶稣呢？这人真欢喜来找耶稣。但是奇怪，互伊忧愁离开的是啥物原因？竟然是因为耶稣疼伊，互伊离开呢？互伊离开的竟然是耶稣会疼，互伊离开。哪会发生这款代志？耶稣的疼，毋是互人感觉足平安，互人感觉非常的温暖，互人感觉哇，耶稣真正是了解我的需要。迄个耶稣的疼，自身看伊，却互伊忧愁离开。咱来想，有时阵有非常侪的产业，特别是咱先看这个人，伊有侪侪产业，看起来敢若是领受着祝福。特别伫对犹太人来讲，拄仔咱有讲到，犹太人讲有侪侪的财产是祝福。但是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有侪侪的财产，也是拥有侪侪无共款的物件，敢会颠倒，互咱离开了迄个祝福？敢会颠倒，亲像这个人共款离开了祝福？咱必须爱面对一个事实是，当耶稣进入伫咱的生命。确实会带来平安，确实是带来会喜乐，生命会改变。但是当耶稣进入伫到咱的内心，嘛常常带来侪侪的挑战，特别是咱过去所想象的咱的价值观的挑战。天顶的财宝，地上的产业，互这个人伊无法度做出一个选择。而且咱看见伊认为伊家己哇，所有的诫命伊拢遵守啊。耶稣甲问：你敢有遵守遮个？遵守遮个？遵守遮个？伊拢讲啊，我对细汉拢有遵守啊。但是咱认真来甲看，伊敢若袂记一项上重要的代志是啥？爱掠上帝当作是上帝。伊袂记只爱用上帝当作上帝这个诫命。伊认为哇，我所有拢有啊，我诫命嘛拢守啊。但是伊却袂记哩，这个上重要的代志。当一个人的内心，伊一直掠条家己的价值观，一直掠条认为家己才是对的，认为家己所做的、所经历的才是好的。当生命真实拄着耶稣的时，会拄着更较大的冲突。伫生命真实拄着耶稣的时，会更较大的冲突。有时阵咱咧看圣经的时，咱会看见一寡冲突的故事。特别是耶稣发出挑战的时阵，耶稣发出一个邀请的时阵，咱可能看这是迄个圣经的人所拄着的问题。耶稣伫咧邀请圣经的这个人，毋是咧邀请我。这个故事我讲，可能侪人非常看过真侪解，但是咱搁一摆看这个故事的时，咱会感觉安怎？我搁听一解啊！
也是当咱搁一摆听即个故事的时，咱会含这人共款忧愁。咱会敢会搁一摆含这人共款，性命搁一摆受到耶稣的话来震动。这人的心无法度放下，伊心中一直掠条的价值观，所以当伊拄着耶稣的时，伊的冲突、伊性命的困难，颠倒搁较大。耶稣虽然看见疼伊，但是这个疼颠倒，互伊爱搁一摆去思考伊的性命、伊的价值观是啥。因为有一个代志比耶稣搁较大。有一个牧师叫做提摩西凯勒，这个牧师伫伊写一本册内底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偶像就是毋管是啥物代志，伊拢会为你的心甲你讲甲你讲啥物，只要有这个物件，我的性命就有意义，我因此就会知我性命的价值是啥。我有这项代志，我颠倒感觉我非常的重要。嘛，互我家己感觉非常有安全感。当然，这个偶像毋是一个实体，亲像咱今仔看见的这个人，伫伊心内无法度所面对的，伊无法度所放落来，可能是伊的钱财、伊的地位，可能伫咱内心嘛有一寡无法度所放落来。咱认为只要有这安尼就好啊，我安尼性命就真丰盛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，互咱搁一摆思考，是啥物物件伫咱的内心不断地甲咱讲，有这就好啊。这无一定是一个实体，但是咱若是将这项代志变做是咱生活中搁较重要的，超过原本伊应该有的分量的时，咱就爱搁一摆来想，这项代志到底是我的性命真正有帮助吗？是我的性命到底会当影响我偌济？当然，咱伫这个社会，伫咱这个世界，伫咱所处的环境，咱有缘嘛是爱找一寡代志，互咱的性命会当感觉快乐，性命感觉丰富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代志。但是咱爱清楚了解，这对咱的性命的影响到底有偌济？所以咱继续看经文，当耶稣含这个门徒，耶稣含这个人讲了话，这个门徒伊嘛提出问题，安尼是啥呢？安尼是啥才会使？所以其实耶稣嘛甲这个门徒讲，伊讲有钱的人要真做要进入上帝国是哪里啊困难？所以门徒听到伊的话讲非常着惊。耶稣甲伊讲，细囝入上帝国真正困难。所以这个门徒讲哇，安尼真困难呢？安尼要安怎才会使？其实。耶稣爱这个好野人，要进入天国，耶稣有伊的道理伫咧。其实咱了解，毋是讲好野人袂法度入去天国吼，绝对毋是安尼。耶稣讲爱去将一切拢卖掉，嘛毋是讲咱今仔礼拜结束吼，就将你的银行的这个全部的钱领出来吼，摕出来奉献吼，嘛毋是安尼。耶稣毋是这个意思。英国的诗人伊读到这个故事，一个英国诗人王尔德读到这个故事，伊讲，当耶稣爱这个好野人将伊的财产拢变杀，变卖的时阵，重点毋是要将伊的钱来捐互遮的善食人，毋是，因为耶稣是要救这个好野人的灵魂。耶稣看见这个好野人，伊互这个非常大的钱财，要拖你去到地下内面。所以耶稣毋是讲，主要毋是讲你一定要将你的钱全部卖掉，去互善食人。耶稣毋是，耶稣是要拯救伊。所以耶稣讲，好野人要入上帝国偌困难，毋是讲好野毋对，是有时阵遮个代志会阻挡咱和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这个比喻，也是耶稣上帝讲比喻，拢要用较夸大的方式来讲。耶稣毋是讲叫咱一定要全部卖掉，毋是耶稣毋是这个意思。耶稣是要甲咱讲，为着要得到更较有价值、真实的财产，就是更较重要的上帝讲，其他的财产，其他咱所想象，迄个真正会当互咱生命得到丰盛满足的，就显了会当有也好，还是无也好。所以伫现代的社会、现代文化拢讲，爱会当秀出你自己，拢爱互别人看起我有偌济。我有啥物物件？我有遮，你看，
我有食的，你无？我有食，你看我食过了真好，我真丰盛。但是耶稣讲的是爱叫咱放杀咱家己，而且是放杀迄可能阻挡咱和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物件。所以伫马太福音13章44节的经文，耶稣嘛讲，天国敢若亲像一个宝贝藏伫涂骹内面，人拄着就欢喜甲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地。伫后壁45节、46节，另外一个比喻，耶稣讲，亲像一个人看到一个珍珠共款，哇！这人看到珍珠嘛，真意外，将伊的财产全部变卖，然后买这个好佮水的珍珠，就是这个上帝国放伫伊家己的心内。其实有时阵，咱爱认真来问家己，佮一摆爱认真来问家己，是毋是咱想看重某一项代志？啊，是咱所看重的这项代志，其实伫咱的性命无遐尼啊重要，甚至这个代志敢是去阻挡咱甲上帝的关系，甚至是咱甲其他人的关系。咱的社会、咱的文化叫咱爱互别人看见，爱表现出来互别人看。但是耶稣讲毋是，爱学习放下一寡物件，才会当和上帝、和你身躯边的人建立更较真实的关系。其实耶稣看到伊就疼伊，伫今仔日耶稣看到咱每一个人，嘛是疼伊，嘛疼你。耶稣看咱每一个人，拢是疼你，而且是超出咱所想象的。耶稣爱咱过，毋是一个山寨版的美好人生啊！这个人过其实哇真美好的，但是咱看伊可能过一个是山寨版的，因为伊无法度放下伊所想的，和耶稣和伊身躯边人建立真实的关系。耶稣讲去变卖，去互需要的，而且来军队。耶稣伫今嘛，搁一摆来邀请咱每一个人。耶稣搁一摆伫今日嘛来邀请咱每一个人，就去，像你即马可能足注意的代志，可能超过是耶稣的，将伊变卖、变卖，藏来，然后来到耶稣的边啊，来到耶稣的身躯边，然后军队伊。因为耶稣以爱是咱过一个真实美好的人生，过一个伊要互咱真实丰盛、稳定的人生，也用咱的性命来回应上帝的疼痛，互咱的一生拢行伫上帝为咱备办迄个水的道路。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，然后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透过这个故事，这个人伊所问的问题，嘛搁一摆问阮家己的性命。主啊，阮的性命敢有互某一项代志来捆绑？敢有某一项代志已经超出你伫阮心内中的地位？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搁一摆调整阮所看的、阮所想的、阮所做的，互阮真正是来军队里自信伫你的心上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特别伫面对生命的难题、生命的选择的时，通互阮知，阮通应该安怎选择，应该安怎来做出生命的决定。阮的祈祷，用上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，圣诗337首。